有常是公年过节个行，他们就八姑娘的松菜啊，八公粮，嘿呀，哇，保平奶哦。用长棒的，什么是你的打眼看有没有线？见到？你这是上下打量。美目很起，三，来三是哪里？三，A B 3。这个米条啊，就只有跟美娜反应。阿婆真肯味道都会没那反应。对呀。他还翻了客语嘞，摸该反音哦。你们有暧昧过吗？没有。哎，这个严重否认我的问题哦。没有啦，哎，人家妈妈看这一集呢。好心吧？忙血啦！效果。哎，你龙沙都会否面的，加点摸给虚跌的哦。就是有讨论嘛，给展出吗？做得生就好诶。你这我唔知有讲。这一集淑梅姐看不下去了，来。为什么要这样逼他？一龙沙紧紧离回哦，有让我跌破眼镜哦。但是你的眼睛呢？眼镜，哎。好嘞，暗笑哦。除了你个全部挨对。碰牌的了，又碰牌哈。红牌耶！昨天点出来，你敢自主？啊，你按动吹声好点又马坡头夫。哎，对啊。也八 K 甜甜的。今年累计下来，你就出一本书哎。啊，你只点炒饭会太少了。没有，除了鸭两根，我全部都要。对啦，因为呢，这个哈制作单位大概都追波米一些时间都会跟我说，哎呀，明初我马干某要不要打包回去？哎，他怎么没问我？这个牌子应该是你的哦。哎呀，因为通常打包都是你。我昨天带10颗板粽回家。没水准。雪亮不？摸糖醋哦。各位，我只有带1粒。哦，你看身材就知道了吧。好啦，总共呢，你有青头澎湃料理，我来老太茶分享，先来分享到给面评审欣赏喽。提前内的分享都给你黄餐厅可乐师傅，大家好，来了，欢迎。早各位欢迎看历史中哦，卢子斌、卢师傅，大家好，破牌哦。三号来呢，马上来分享到你的茶水炸喽。先来看一下讽刺的茶水炸，係來自桃園中辣嘅表姊妹嘅，分享到淑梅姐、劉永清分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有那麼強勢咧？對啊，紅髮女孩。撒哈了緊貼的小改，真正姐妹花，來自苗栗市嘅姐妹檔廖靜欣、廖玉文。大家好。哇！我們先來看一下你風水啊，導演嘅，香港呢根本你有帶來嘅自家做嘅捏板係冇？哎好啊，看一下好冇？哇！聊天武器架茶位，淑梅姐做嘅係冇？武器架做，懂 Q 哎。而且哈，香港有常是公年過節個行，係咪做八姑娘嘅松菜㗎？八公粮，係啊，冇保平奶哦。用300嘅。終於當大師執中了你們喺淑梅姐之前有開傳堂係冇？開小吃店，哇，小吃店，姑嫂等一下係講比賽料理嘅法是淑梅姐來負責主要咯。嘿，那永清呢？哦，小幫手啊，太謙虛了，今年我們要動點嘅時候，而家係講佢哋強，而家係講自然強。我跟你說，基本上呢，比賽料理嘅法師，你會做吹薄，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實力了。對，我擔心我同鄉的妹妹們了。好，來，因為一看就，除非他是餐飲科的。他會不會也帶來菜包呢？來，你看下。哎呦，幹嘛改？魚條烹，但這是南苗絲蟲迪度的那一家嗎？幸福餅店，幸福餅店我從小吃到大啊，所以我剛才都問，所以幸福餅店是你媽媽嗎？沒。那你幸福嗎？幸福。好，那我們吃吃看。這一家真的愛窮色色都胎耶，從小。那你吃吃看，味道跟印象中還不一樣？喝什麼？董紅色唔會董強，這個算最有名的嗎？以後有出等肉 Q 咪，是不是要抹茶的？有，還有番薯餅，烏味餅，其實佢誰家凍好誒，因為也是甜豆，剛好大小，對不對？還老台下講，你看小改他料，他也是做目前的台面色，難怪長得這麼正。模特兒、主持人、演員，該 YouTube 頻道訂閱數比我還高呢。所以你剛剛還沒有問到 Gito 敢不敢近期走出來？對啊，哎，你們會做菜嗎？剛才介紹的是 YouTube 的方面。實話嗎？實話，先打預防針。唔會，偶爾
可是我告诉你，对你节目当中很常有奇迹发生。对，你要相信 miracle。对韩国等一下哈，体这罐哦，本台个挑战的，用智力来展现了，对 ，Nothing impossible here，好不好？加油 OK， 你呢，现在暖身一下了，今行踢馆嘅 PK 咯。向前来挑战。第二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想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又向前來挑戰，因為也是啵，又係這個8宮格了。東翁了吼，又8隻冇強用嘅題目，還有任務。等下吼，恁等來答題，假使要答錯嘅應用是做得得到2分哦。我唔知啱講咩啦，嗱，參賽者講一下，唔係單唱人家教哦，人家要兩組啊累積起來嘅成績，就代表講你嘅總譜是做得先給到紅色彩。反正我們盡力答題就錯嘅。大家都是同一條船上，不需要互相為難啊。沒有哦，我們紅跟藍是不同條船。對，今天有2條船啊。是不同條。好，馬上。我跟你也是2條船。好，來咯，剪刀石頭布。Yes。又係你。紅隊先答題。微波爐的小知識。好，來。微波爐的來看下。好，下關那一個東西講到微波爐低度加熱嘅時間會有爆炸嘅危險。A 係半掉嘅內蒙酥 ，B 係裝滿嘅優格 ，C 係一串葡萄豆帶係哪個呢 C。好，一串葡萄。原因係乜解？幾串的葡萄，因為它一整串的話，它表皮加熱的關係不會白鐵。哦。好啦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C。其實消防局又建議講外層又帶膜啊，也係它是高油脂嘅東西哦，冇建議大家用到微波爐嘅低倍度，因為像辣椒啊，嗰種有膜的番茄啊、葡萄啊，還有蛋黃酥哦，都冇建議用到微波爐低倍度。但是如果蛋黃酥要切破板，那就可以放進去。好，3點下。給我分數啊！對，紅隊得分呢。好，風吹得到1分，3點下來，藍水搶先啫。客家人送分題，確定？他現在只能靠送分題。我送到你會笑哦。來看一下。好，客家話大年間係形容乜解 ？A 係眉目傳情 ，B 係會看人嘅目色 ，C 係上下打量。有談過嗎？冇談過。咩送分題 A 啦。眉目傳情啊！你是？要不然你試一個給柏謙，我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什麼是你的打眼線？看有沒有見到？你這是上下打量。眉目傳情。你不太會談戀愛哦。哎呦喂，黑啦！而且你算是柏謙的菜哦。你繞太遠了，姐姐。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A 眉目傳情。好，來表示一下正確嘅這種示範，到底什麼是眉目傳情？來示範，來。男女之間互相愛用偷看，上下打量，有嗎？感覺有。啊，等一下，場外是有不滿意是？好了，恭喜。這個我們都上馬賽克。喂，咱水得到1分。來，風水3點下來，想選哪個嘞？選題目其實影響不會。香料的身世之名。好，問題來看一下香料嘅身世之名。哦，有嘅肉桂係用肉桂樹嘅奶鋪混做嘅 ，A 係樹葉嘅 ，B 係樹根 ，C 係樹皮。因為我出嘅題目啦，我來講清楚一下。好。就係有人看到一罐嗰種地位度，見到一片嗰種。哦，這種好，那淑美姐。哎，3是哪裡？3，A B 3 ，A 是嗎？是嗎？ 3，好，還是1、2 C？哪一個 ？C。好，薯皮咁係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 C 薯皮。而家下後面就講到啊，大家一般來講食嘅肉桂咯，其實係肉桂樹它的內層樹皮，睇體外種差不多3到4年長的採收，而且要經過削皮啊、醃曬啊，還有陰乾的步驟，再捲成捲狀，才是我們一般食用的那種肉桂。啊，原來係咁呢。古說有本種無空用嘅啦，因為人哋客家人係會用肉桂葉無空用嘛。會哦。就無空用啊嘅。
红肉店买的就较多会用酥皮煎的呀。嘿，炒，潮庸庸嘛，炒牛没有来嘛哈，苏梅姐，我们现在赢在第3关一定很强的，放心啊。来，目前大家都是答对的状态哦。好哦，来看一下蓝锤。静心姐姐，牛奶哦，牛奶，来万用的牛奶。支持嘅5个标准牛奶地图去浸做嘅主题上面含有乜嘅呢 ？A. 較會爽食 ，B. 係本肉較軟嫩 ，C. 係殺菌。B. 肉質變得較軟嫩，比較合理啦，是不是？為什麼？因為緊記，一緊記跟聊聊，那我泡水可以咯。你已經從第1分鐘開始搞笑到現在了。好，確定答案，下好離手。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B。哇！混牛變香鹹嘅，今天都很厲害係啊，耶。我都在做馬計呢，假使大家行白愛做魚嘅料理嘅時間。準備魚之前嘅30分鐘是做的本魚變到永遠地白度，因為主要是牛奶裡面的蛋白質，它會吸收魚裡面的3甲胺，除了可以去除腥味之外呢，還做的本跟牛啊變含運帶哦。但是如果剛剛要選 C 的話，這個殺菌，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，放一些綠茶，把它泡在綠茶裡面就可以殺菌。哦，紅隊我選哪個？該雞蛋花該。雞蛋花。雞蛋花。好，看到雞蛋花開心了哦。好。哎呦，實作題。好的，開始一個台表到30秒地度，然後完成一個花型蛋，總共呢會有2粒幾亂的幾飛哦。蛋白跟蛋黃破損就做唔得咯。好，做乜嘅喎？要按用嘅實作題咧，主要係因為哦，大家假設要寫呢，幫你帶偏凍的時間，如果有這個簡單的蛋花型的蛋，條邊去適合起到講，哎呦，媽媽凍厲害哦。好，你下呢道具已經都要蛋糕誒，按摩都用得到。嘿，可愛的花型蛋都在用慢走咧，其實豆腐卡凍簡單哦，就煮軟的時間，因為緊到去滾，它的蛋黃將會都不用到凍甕。才會是在正中間。韓國的假設福卡好凍好些進駐能差感應啊哦，來，這個吸管就手在刻花，就可以刻出它的花型蛋。好，也給係30秒地度2粒亂本挑戰啦，1粒亂就完成就好誒。好嘛，好，準備好了哦。好，繼續搶開始。所以它那個暖風機聽話都凍甕。好天，而且改跟亂風中唔得破損，是不是？對，亂風亂拍不能破損，長酸辛苦哦。哦，各位桌子按有打開來。哎呀，你好像在玩那個蓋印章。復活節啦，哈。好，選苗狗體了哦。都酸啊，6。你如果成功了，我幫你去找夜市攤位。他不用，他已經是貴婦了。哎呀。你本來想嚟做乜嘅？冇啊，我做乜？你好像在玩那個蓋印章。復活節啦，哈。好，選苗狗體了哦。都酸啊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就會按有面，還沒小朋友注意好哎，看到卵子動先會選。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哎。來，給阿彬還有可樂師傅的花型蛋。多點啊。基本上亂幫到亂拍都係凍番薯呢。好，美觀度不算哦。得分。恭喜。可以哈。做得係。好，來恭喜一下風錘又得到1分，藍錘搶先這了。飲控。有在飲控哦。飲控看這裡，張博謙最知道哪種蛋料理的熱量最大呢 ？A 層卵 ，B 黑馬卵 ，C 黑溏心蛋。請問不要選花型蛋哦。B 皮蛋嗎？馬卵。好，有原因嗎？沒有。直覺。啊，你滴馬卵還用來做的吧？唔滴呢？用馬尿醃的。亂講。真嘅。功效啦，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A 蒸蛋哦。那形容詞就表示講哦，強濃度係100公克來講哦，蒸蛋的大卡數有64大卡，馬卵係127大卡，溏心蛋最高有175大卡，都唔有。對，就是溏心蛋係用湯啊，煮啊，愛不用湯啊，筍絲啊，攏起都抵度。好，那這題就沒有了。好，3號來風吹上來先來題。夜市異國美食。
我们来抢看题目哦。哎呦，实作题。哎，我们2个实作题耶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先讲一下牛周哦。等一下呢要拍一 V 推表，做出来有这个旋转马铃薯哦，旋风马铃薯1分半当中，黑狗马铃薯切超过8层的话就算够管呢。OK。除了2罐哦，就本台价豆腐卡所在起价来切开马铃薯，因为也是你袂卖给马铃薯，一串哦冻葱没冻贵，起价豆腐卡没做在起价做哦。哎，这个说真的蛮难的，那都有机器哎，结果这么裸。冇，我起价来切咯，韩国等下切咯，假是轻轻摸成一团，还有用干啥了？断掉的那个最长的那一段，我们才算层数8000。做对了。好，来稍微走。好了哟，准备好了哟。对，他先，你做前拿灯道具，然后先移动到你知道最适合的范围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做对了。继续讲开始。开始，前面不算哦，这个要加3秒。你好凶。刚刚不是交完朋友了吗？不是，他没有动作，已经过2秒，我生气。8000哦，8000哦，你尽量要拼对，你打10要拼对，你这一层。因为我真的不会玩，我没有办法帮他。好。你如果成功了，我帮你去找夜市摊位。他不用，他已经是贵妇了。哎呀，等一下水面切狗就想给我赖起来。哦，来一了。哎，像弹簧懂不懂？懂了。不要断哦，千万不能断，怎样都不能断。我应该用款回来冻简单，打3烟呐。狗节不重的哦，只有最后30秒。现在应该有8层的，尽量不要那么挤。其实太宽也不一定是好事哦。怎么说？因为它还扛硬啊。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宽吗？3、9、加油8、坚持到底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洗剪刀。好，我们交给师傅来赖，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出错的部分。师傅，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超过了啦，过关了。我赖一类不讲他款他，因为他有重，他已经过关了，有重量，有重量，有重量，你不用一起指，是他。哇，恭喜风吹！最后一题嘞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好来，满血复活。哪一种食物黑含铁量最高的补血圣品 ？A. 要给紫菜 ，B. 葡萄 ，C. 无买 A。哎呦，靠天！我觉得一定你不可能靠直觉来上节目嘞。我觉得不是葡萄，我阿 J 就想法哦。为什么不会是葡萄？我觉得太普通了。那姐姐每天爱用的想法，我也觉得是紫菜 A。好，都在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 A 紫菜。其实记得动聪明哦，因为因为渠道讲哦，风世界东西给个铁质是最高的，其实咩爱用天哦。同样都是100公克来讲哦，其实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，葡萄的含铁量只有0.3毫克，黑芝麻10.3毫克，而紫菜有56.2毫克。哦，原来黑暗的长知识了。好，我先铺成绩，逢水总共得到的4分，蓝水得到的3分，恭喜！恭喜总共是7分食材，来。师傅，哎，这今天是最多的，你们必须全席了啦，搬一桌菜，搬一种走。冇问题，看暖了先先啊。暖呐，好啊。你要做花形蛋嘛哈？这个15分钟，妈暖啊，要从哪里错就从哪里。还有福散红呢，还有4个，哎，选择太多，其实也很难选呢，很难选哈，还不能够不用。好，你要做2道菜。阿斌，你莫硬选哦。7样哎。对啊，也算大菜，含走一咸了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含有一。你没预料那么多哈。要不要摆盘？含有一行，含有一行。猪面线啊，不台个雪宝 B 别的。关你什么事？我想吃啊，真的假的？好。用盖张棉啊！可是我比较想吃红喜菇。没有点菜。那你要问他们怎么不多答一题？好，那就按钮7轰，先后尾，师傅抢送菜喽！师傅送菜了。好，继
今日呢，师傅算迄道好菜耶，去红食材呢。用到了哈。对啊。用到啊，师傅有上好，为了边嘛来吹什么？豆腐衣健面，见面，面饼嘿嘛。豆腐衣健面。面要会清，那师傅让爱呛把锤切下来，切油油样子。哦，切到油油的哦。哎，油油。哦，已经动因用哦。为你刚才最后面劝他一般都会有。对，一般其实我劝他的食材才是他的主食材。对啊，我吓到了。哎，你本来想来做嘛改？冇啊，我做班。哎，可是吼，因为呀，本兄弟都一定会有面呐。对啊。哦，呀，没会有。各种的面啊。豆腐衣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必备的。其他就是软美还必备啊。有的话就是加上去这样。那种有流行是跟花椰菜米不是吗？对啊，港不也饮控的。我写个是白花椰菜米。哦，绿的不行哦。没走的，但是还就都有检查热量上面。哦，真的哦，绿的比较高哦。高一点点。哦，你等下个豆腐我做嘛该那个油油。加那个皮蛋啊，然后面啊，那就这都全部搅香下，煎成面饼样子。全部都放下去，咸蛋、皮蛋，好，然后再菜咪做得嘞，落去啊，做得嘞。你菜不太多嘛？太多了，你都浪费很多时间。哎，你们在谈情说，你们在打眼线。那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他说不要那么多，然后我就切太多了，做得好，做得嘞，做得嘞。一定要打硬剪呐。可是这样给董大送哎，师傅。带转机啊。水滚咧，面表下移烫一下哈。哦。不过要给安永的吹成你做过冇咧？类似呀，放下你春那个捞高粱表下去，等下高粱要袂变到做一只酱啦。因为高上的用表下去，这样煎唔会熟。你两位师傅也都非常忙碌哎，宋拜了已经很久以前了，说可乐店拜了都变瘦了，没再喝可乐了哈。变雪碧了。最近在研发新菜色哦。对。在吃炸鸡。吃炸鸡。所以那个豆腐伊系加圈卵哦。嘿，加卵。啊，挨佢拉拉嚟。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拉幾多多？18多。看幾多星啊？拉幾多多？可能很适合跟人谈恋爱，因为他都问一些不是太重要的问题。对。而且都会面带笑容。对啊，很像就是要谈情说爱啊。我觉得应该有可乐师傅都示范一下，娘扮系打硬剪，预备备起。哦，我只有眨眼。刚刚那个是水贴吧？有水，比你好多了。有。你有预设吗？并讲，假使今天某按豆的时候用假设。有啊。我会先嘛干。最主要是咸面啊。那你怎么放最后一个？酱油汤面。哦，我写的。嘎扎卵。你的名誉会陪在这一道菜。不过我使用是面个就算系头油嘅面未冻好选。了咧面粉啊。可是让它变就调味料，变成山胡椒粉。安尼拉毛。好。唔是很多啊，等下去调胡衣哈。嘿。好，来。等一下呀。唔是得嘞，变到这个都。哦，哎，这一定很好吃。哎呀。这要放大阪烧酱吧？嘿。等下叫佢做豆腐衣酱。哦，还有肉酱哈。好，变高粱下来，滴滴油。好，你比绳子都掉。高粱唔是先落去挑梅个哈。唔是，因为最主要等下挑梅，就来那里调味，系啊，又辣汗嘞。你期待待会可乐或阿冰就是做一个360度的翻面吗？这个太难了。兵哥的，这是兵哥的事情。我们等下都铺最后尾啦。佢嘅米條啊，就比如嘅美娜反應。啊，鋪真嘅味道都係美娜反應。他还翻成客语嘞，莫该翻音哦。你们有暧昧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这么严重否认的有问题哦。没有啦，哎，人家妈妈看这一集呢。啊，你们差都在后面你家节目给续接的，就是有讨论嘛，给展示吗？做得生就好嘞。你做等下有讲。唔是很多啊，等下去调胡衣哈。嘿。好，来。等一下呀。唔是得嘞，变到这个都。哦，哎，这
一定很好吃。哎呀，这要放大阪烧酱吧？嘿，等下叫佢做豆腐乳酱。哦，还有肉酱哈。嗯，这是好，很前进。一片高牛平下落去，用滴滴油。好，你比绳子多点。高用唔是先落去挑梅个吼。唔是，因为最主要底下挑梅，就咧你的豆腐，系啊，又辣汗嘞。你期待待会可乐或阿冰就是做一个360度的翻面吗？这个太难了。兵哥的，这是兵哥的事情。我们等一下都不居后尾啦。哦，帅哦，帅哦。P 跟 米条啊，都低油跟美娜反应。哦，哦，没有那个反应。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个反应。阿婆整体味道都会没那反应。他还翻成客语嘞，摸该翻音哦。有胡椒粉，好，终于拿汤啦常用的不用通哦。嘿，还有糖是一个当冲热的一个元素啦。大手给它挑，像是个团式配上是甜点啊。师傅有问题，有那吗1-3年一年都在做在摄取多少的钠那才是合理范围？有人讲依照形体某胸款嘿，去是吗摄取是，身高体重。没看你的肾的功能性。哦那，就健康程度也应该有关，年纪口内那我美就是觉得应该有一个关。粗略的范围。像我早上已经摄取了478以上，那你待会可能不太今能吃了呢天可能不。大能再吃东西。给他表演的哦，好，回来哦，回来哦，留360好不好？360，好，回来六皮台哦， 360还要转一次圈成功哦。个东江哦，变过的东江。哇，掌声鼓励我们观众朋友。好厉害哦！天天煎，就本去听讲的水分的，本去煎起才会擦擦样样。叉叉，有。好，所以你睇下，可乐师傅佢切到暗杏骨来加一下哈。对，莫打手莫打怂了哈。他家已经在解封诶，勇走在打手。哇哦，个脯都当狗就做在哪呢？哇哇，动碰牌呢？壮工啊！好厉害切来哦！哎呀，有哈，有，我这个像韓式嗰種海鮮餅，嘿，切切。哇！冇想到嗰下切紅嘅食材做咧做出來用嘅煎餅。哇，摆盘又很漂亮。嗯。哇，還有一點馬蘭，你看。是哦。頂上去。地板就馬蘭，還有麵，它一定很扎實的这很口感。營養。哇！還有淋上鹽看。來，豆腐乳煎麵。按鈕去後勢嘍。來，先不是不嘅早餐。哇！厲害厲害厲害！你應該看不出來，就是裡面有面線。切紅食材做咧做到安用起來，你看。我們來吃吃看。來，來看看啊哈，來大家來 Q 下來品嘗。我最期待是那個口感，還有豆腐葉梅。對，哇！哎，送杯中了凍蘸啫。哇！冇怪家下要加啲嚟湯，鹹甜嘅梅，哇！很有飽足感。各種豆腐的魚都是非常特別，應該一般你認不出來係豆腐魚，就它是比較偏甜的豆腐魚。嘿，你沒解穿用吧？還好食，唔是食的。嗯董佩佩啦，蒙是講按有名的料理。嗯，嘿，豆腐卡梅西卡都得吃到了地方。哎，對啊，你看廖廖下一次應該有學起來嗎？有在場外有學習嗎？糖咯，希望在你的 YouTube 可以看得到。糖豆。好，故時呢，各位觀眾朋友都不卡時間，分享啲都有馬色彩，運用你的創意，都做老機構來做編發，把它靈活做運用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請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Hello，然後呢，
来到最杯面一关呢，因为头前呢红队跟蓝队只有1分之差而已，所以呢最杯面一关大家要加油了。先来看一下风水，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呢？惠善炒板條，惠善炒板冻好是板条。有乜嘅惠善啊？透挑、鹹，還有蝦公。做乜嘅會先用惠善來炒啊？我老公吼，票哥要去惠順吼，做魚誒，做蝦公，做螃蟹，好浪漫啊！自家做那些啊，攝影當我些啦，煮啊，本攝影些，先回味一下啊，又分享給大家這樣，對。老公最好的口妹啊，在節目晒恩愛啦，對啊，一定要的。好啦，最杯面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來談談一下咱翠梨阿平帶來嘛嘅厲害嘅料理咧。結果安定嘅料哦，今日帶來兩套料理，又買特色自廚咧。芥瓜跟现在的素食结合的感觉。故說唔係用漢堡皮，係用節瓜來做夾嘅粿耶。對，哦，這個地陪都會料嘅爆馬雞。蝦公啊，牛肉啊 ，cheese。很讚哎，可以。還有上音最好學料全部爆落皮。好，這樣聽起來應該沒問題。最尾一關兩解姊妹有信心嗎？好啦，最杯面一關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水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了！哇，一片係板條，一片係漢堡，還用我兩組這些食材都真的很讚哎。好，我們先來看一看。來，這個是七家中的菜，寧寧對不對？七家中嘅。我請教一下，用晒一下油都會做調路嘛？板腿油咧，煮豆腐蝦，煮筍咧，然後用錢呢？大片肉嘅文書。哦，行政。對。冇關你愛用穩穩誒，穩穩悠悠誒。用錢有聲音的嗎？有啊，有兩隻聲音。兩隻哦。其他誒？國燒。國燒誒。國燒對。記得會講下冇？唔會。嚇！我講啦，我加一項語言，加一種經典的。最愛吃你的料理是什麼？我會做漢堡。哇！自家做誒，自家做嘅肉。所以你覺得對面還好嘛？對不對？你幹嘛這樣子敵對起來了？可是一個板條，較冇咁樣哦。其他槍台俾你板條，唔係新鋪嘅，新鋪，因為佢較皮一些。新鋪菜條，新鋪嘅板條就當正統誒。好，我們等下夠多陣了，你們先備料哈。好。哇，會切東西吧？我講實在，我年輕呢，要差不多2年咧，提這擺款去煮菜咧。係啊，你有曖昧過嗎？沒有。這麼嚴重否認的有問題哦。沒有啦，人家媽媽看這一集呢。講料理。對啊，因為金星的男朋友就在前面，我們就。今日萬年來報名誒。哦，慢點料吧。我是上次在走學給你讓你推薦一家自廚，被我說服成功呢。我整集45分鐘都在講一家之主的好。你的節目單元是什麼？一家之主。大家估計演藝的生涯啦，佢做過動作嘅冇形容，演員啊、主持人啊、動作模特兒美就。做嘛改結果先攞去抓煙啊用。章魚米湯。那你有抓什麼？香油還有胡椒，白胡椒。很少人做香油誒。等一下出碟。細節冇強款，吃起來會苦苦。哦。用意是這樣，後面苦出水出。呀，萬年，香膏萬年那樣做誒。看 YouTube。看 YouTube。做看料理的頻道嗎？看唔出頭。因為我懂好食。懂好食。是看 YouTube 學，但有都不卡做過嗎？有成功嗎？有。還有吹啦吼。有韓做的哦。應該冇問題啦。蠻看好的。期待。好，等一下我們再回來。但兩組備料都算蠻久的。對啊。我們先過去。好了，我好了。你看那邊是一個一個在挑，你看看。對啊。淑美姐就是陌生。她這邊頭每一個都是1公分寬。嘿，錯，搶拿出來。而且都會發龍苗。唔是啦，凍夾。不過慢工前景會出細貨啦。
淑梅姐，你用啥万年来保命诶？有，咩？用钱有看到那照片的，有子君啊，万年老宣传嘛。之前有参加嘅乡下来讲下嘅节目嘅活动。网络节目是不是家庭一起讲客家话的期待的一起？当礼拜就会录一则。那他有就是有跟我们推荐我们节目。差不多乡下做迄客家文化嘅活动，所以提出有分享啦。对于客家文化推广你懂有。对。那你更要教你小孩讲客家话。一起甲动物讲，怎么跟小朋友唔晓讲？对啊，可乐师傅，你几岁才学客家话？后来学对不对？对，蛮晚的。但是几周工都按后。你看，你不要放弃，都一后你演都一种竞争力。不然张伯谦，你看他就要不是他会讲客家话，他能站在这里。他又上了动眼刀吧？有吗，淑梅姐？动眼刀而已呀。动还有啥？你好委婉哦，云晴。他没有讲到重点呢。你干脆说我懂有精神算了。已经聋掉了。哎，不过要有些种炒米粉嘛，吼，和你最杯米啊，用姜就好诶。咱主要嘅虾讲挑的每一条肉出来是香嘞。做得等下。哦，姜嘛。我叫妈儿汤手干。给它去腥味。好，我们大家都正来哈。好。哎，哇，你还偏快洗了，有进度了，有哦。其实有厨娘的感觉呢。cái底杯度有干嘛嘅？这个有干嘛嘅？加卵酱油，乱强哦，全蛋，还有黑胡椒粉，这啦，加这啦，好吃吗？忙血啦！效果。真的淑梅姐看不下去了，哎。为什么要这样比？一流他紧紧离回哦，有让我跌破眼镜哦。但是你的眼镜呢？眼镜，哎。加卵酱油，乱强哦，全蛋，还有黑胡椒粉，这啦，加这啦。他本训做的是这种长照的工作，会动辛苦吗？动辛苦，我觉得我都很佩服做长照的人，而且年轻做长照，而且要有爱。你们因为讲客的话，你又做得来讲客。哎，错。你喺度推杯做嘢係？我桃園都講台語，懂都已經講客。卡 sale， 真的卡 sale。你要用爱陪伴他们哦，因为有一天也会轮到我们。或者你可以教他们共客吧。一定要有耐心哦。上你一下長照會靠乜嘅專教嗎？但係太後嘅時間就是社工系，所以呢畢業以後就可以直接做長照。對啊。啊，你兩招都報名你家節目嘅時間哦，就是有討論乜嘅展示嗎？做得生就好。你说你跟咱有关？东西安凶。现在食安的这个议题，哎呀，给它已经重拾了。不过其实我觉得他们这道菜一定很好吃，一定好吃。奶油应该好吃一挂，奶油应该好吃哈贡，奶油应该好吃。这很完美料理耶！等下我们会做一杯拿铁拉花吗？英雄啊！好啊，再帮我切一点肉来。我不有心了。好，我们大家都算了。好。哦，cái hạt nó chính là biếng lọc kia哦，那个鲜甜味是不是只有落去？是鲜呢，清凉表，是鲜呢，清凉表，好吧。她说她老公去抓的。我加过去，关键的是这个漫天的叫哦，全部是咸的。哦，真紧哦，米该咸呐。因为我爸爸咪大改片啊，佢讲哦，是咸的食到僵哦。你也算是人烟嚟，你也摸嘞。係啊，你也下摸嘞，你也穿十股田，兩下凍都有共創咧。嘿，凍，錯，共裝凍豆。可樂師傅真的很貼心，看他給他梭汁。哦，啊，叫哦，佢嘅下拱條係咩拿椒咧？拿椒咧，油炒，不過辣起來咧。我湯啲條毛皮咧。淑梅姐唔是老幾少啊？淑梅姐，佢做菜意思。過年過節都用三隻做去把老人家分享嘅你，我試一下味道。好。
好吃吗？芒血啦，效果。更好吃，更甜。今日龍嘅門機要會掃芒嘅。唔辣鹹啊？嘿，上色也係唔辣鹹，唔辣鹹。老抽啊，抽。上色。好，干就差不多，我们先过去救他们一下。來救援隊了。凍厲害啊，料料。哇哦，很嘿。哎，很厉害耶。今天他此刻準備的那個，它煎的像烤的一樣哎。哦。而且你们的厚度都是有抓過的，對不對？有。哎，你們洗這些龍沙根又用它煮出來過嗎？冇。半加加酒。啊，龍沙煮做嘛是金桃豆。坤天絲。到天通。说真的，静心，你是怎么评价你这个妹妹的？三半吧。三半。有道理。但是家里也因为有她，所以很快乐啊。对啊，开心果吼。你现在放酒，再放起司。哎，说真的，他们有可能会得到高分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倒数了哈。天從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出嚟試試看下最關鍵一關，哪部卡米西卡3掉咯。來，上半時間嘅中餐。哇，董熊哎！哇，今日兩組呢都是走這個有海鮮的。嘿，錯。哦，太而家係傳統，而家係創新。炒來試試看下你嘅海鮮呢，炒飯條，紅水嘅料理。一飯條哦，嗅到燥燥誒，也挺動向。很好吃嘅，你飯條很懂 Q 誒。該海鮮、海產該梅哦，都衝動向。用錢這樣吧，你自己做嘅當後生，當面。韓國煮了海產子啊，第六種嘅所有嘅菜哦，全部係一家種誒，冇怪凍香吼。好好食，好食。平常時會食飯條嗎？會，仲好食飯條。哇，學強強，你看幾龍沙？好吃啊，好吃。好，啊，稍等下來哦，就幫你食你龍沙嘅迷你小節瓜漢堡。來，大家試試看，這要分層吃嗎？也好食啦，來，料料先來示範，他先示範。先示範來一口塞。真緊，哇，收視率就這一段了。哎，可以一口氣來吃那麼漂亮，嘿哦，很厲害耶，真的。給我壓力很大。點閱訂閱。我跟你講，淑梅姐看不下去了，來，淑梅姐。為什麼要這樣逼他？張婆姐。好啦，我嘴妹來示範一下。你示範，我大家會退訂閱。好醜哦！好吃，很 juicy，搭配得很好。也好想長寫的都每一天都會非常有水分呢。你們有吃過爆漿的漢堡嗎？第六走出來完全個水分有一掛呀、牛肉啊、海產蝦กุ้啊，哇！就是蠻有都有特色，冇試過安用的漢堡。靜心。這是你自己的靈感啊。對啊。你好是節瓜嘛，不然的想法就是我們乾煎節瓜這樣，加點鹽，原本的想法啦。但是想說，哎呦，一龍沙緊緊厲害哦，有讓我跌破眼鏡哦。但是眼鏡呢？眼鏡。我改下係4分，然後3分嘅差啲咯，到底4分運用辦上咧？都在4分運用嘅評分呢，4分風吹，搶分分數。哦，5分加上4分，9分，9分呢，好高分。3點下來看一下藍水做的得到幾多分？那我直接倒過來，加上3分就係8分。先來唱你可樂是不公平。紅隊的關係是因為我從頭都有在看見吼，用個下講條，個係靈魂的來源。啊，個熱點因係客家人啊，所以個並唔係堅持，所以講愛鮮料，啊個真多海鮮吼嘛真豐富，當澎湃安尼，啊愛當鮮料，分數較高調安尼。啊，兩片呢？兩片當年輕創新，
啊，對我來講，嘛好食，我會希望講加入水嘅醬汁，薑有建議嘅薑冇？辣椒嘛，吼，干貝醬，干貝醬較重嘅東西係。因為講 XO 來講係干貝同海梅啊，啊佢會挑出來鮮味。哦，咁嘛是得，加入水都是得咧，啊唔加入多安尼。好，我想法係安尼啦。好，對了頭吼，你愛感覺是像當種性，來炒了香梅啊，來到去正菜咯，那個係在調油的部分，可能調前冇先去吃，因為而且你炒個蝦公頭啊，炒好一些先不用調油，蝦嘅香梅會很好香，因為你後背這樣用，這是變到很土的，冇個香梅，即正菜有個調油的香梅。好會很好喝咁嘅，係，那邊一直係幾多創意啊，然後生物啊搭配啊，一串一盒一醬，你差一點點可能補得用咧，就是番茄醬，或是黃芥末醬，因為咧醬料本身就融合起來，冇是係變到幾多是有彈強嘅味道，但是用咧結果又先用嘅香油，又提升咧香味，其實都厲害哦。好，兩組呢都表現得都好，呢下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哎，今天的成績呢算係10分高哦，差一點就要滿分10分了。先來恭喜馮翠呢，得到嘅9分，藍翠得到8分，馮翠有3000元嘅加彩金。哦，喊卡好來了哦！太晶鹽大寶鍋而送本藍翠，恭喜！哇，回家剛好可以多練廚藝，他 YouTube 也可以用得到。就不用做迷你漢堡，做的太漢堡。哦，今日呢，你好，從前面玩遊戲也很刺激，後來做料理咩都精彩。先來請你的蘇明記老太分享一下你要來參加的心得。我也做主席吼，分享個本塔七甲，啊塔七甲嘛好搞，好食，分享本塔七甲，也節目當劇，當好。下禮拜有過來了。好啊，當然真來參加啊，做得。要每個今天他又當老雞左盼來呢。對啊，我也就到前面來比賽。好啊，而家前為主啊，真嘅哦，又有丙級執照。哎呦，馬上來搶口先咧！立刻報名哦。恭喜！用錢你老太甲分享一下。哦，基本同歡喜來參加這節目，反正太假嘛，強下來參加報名。咩分享用錢？下禮拜做單日生意來啊，同我做親子料理嘅生意做強下來教料哦。哦，再去訓練。教技工客家話。教技工客家話吼。哦，恭喜！好，撒下來哦，客家之星美魔女，來問下料料。美魔女，年紀大的在講什麼？美魔女是年紀大的，哎，跟演藝地位，她的演藝地位美少女。美少女。對，好，然後大家分享參加的感想。如果沒有這個機會，我也不會跟我阿姊強下做菜。對，就是當好了。因為上節目對你來講都熟嘞，對不對？但是第一次跟姐姐一起這樣，對，那個時候是怎麼跟姐姐說？酸哦，有樣哦。本來係嗌橋妹，然後嗌強下，啊橋妹要考上課，就阿姊，拜託。要愛眼冇，我愛眼冇，有冇？要愛來啊！有一些的哈。要愛眼，你細細的愛眼。哦，所以今天姐姐靜心也是，現在大家都長大了嘛，每棟男又愛用個技術強下交流，有什麼心得？提擺啊，同朋友一起煮飯，因為平常的時間呢都會逛街啊、看電視啊，呢真正是提擺，真的是。哦，所以看得出來，基隆啥感情動好咩？希望下擺，假設很有機會就多多來參加，多多來煮菜。好，然後也希望你的演藝之路行來更順利。安子姐。好咯，今日呢，感謝你 CV 參賽者帶來安站台嘅料理，咩分享睇起家強下來要報名參加哦。歡迎所有好朋友，假使你懂好煮料理，懂好寫東西，歡迎所有朋友積極來報名參加哦。新嘅一季還有夢想嘅遊戲等着你來挑戰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掌聲。